新聞日日睇，日日傾下偈。今日咧係5月19號，農曆咧就係4月15。今日早上4點56分，喺國歌聲中，國旗喺天安門廣場嘅旗杆上升到頂端，跟住緩緩咁樣降下到中部。呢個係自公元前221年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嘅多民族嘅國家2229年以嚟，國旗第一次為普通嘅國民而降。今日係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成為民主共和國嘅59年以嚟，國旗第一次為普通嘅國民而降。今日下晝2點28分，全國人民為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嘅遇難者默哀3分鐘，汽笛長鳴，中國嘅歷史將會永遠記住呢個時刻。2008年5月12號14點28分04秒，中國嘅四川發生咗8級嘅大地震。截至今日5月19號12點，已經查明喺呢一場大地震中有34,073人遇難。整個中國喺呢一場災難中哀傷、奮起同埋堅持。一週以嚟，整個中國沉浸喺淚水之中，整個中國沉浸喺奮起之中，整個中國沉浸喺咬緊牙關嘅堅持之中，整個中國都沉浸喺行動之中。因為我哋深知眼淚救不了災區人民，喺呢一場史無前例嘅災難當中，只有行動先至係一切。我哋唔會等到眼淚流乾咗再行動。事實上，包括我哋在內嘅無數嘅人，從感受到地震嘅嗰一刻開始，就已經開始行動。無數嘅人只有一個心願，點樣做我哋先能夠為災區做一啲啲有實效嘅事情呢？點樣做我哋先能夠減輕災區人民哪怕係1分嘅痛苦？點樣做我哋嘅1份嘅呢個悲痛、1份嘅愛，先能夠傳遞到災區人民嘅身上，成為佢哋抵禦災難嘅一份力量呢？經過連日嘅緊張準備，經過同四川省政府駐廣州辦事處嘅會商，我哋決定駐科再度啟動愛心直達行動。我哋定於星期四，即係本月嘅22號，喺中華廣場再度舉行賑災嘅行動。本月24號左右呢，會喺四川省政府駐廣州辦事處工作人員嘅帶領下，我哋嘅車隊啟程前往四川，直達災區，將抗震救災最急需嘅物資直接送到最急需呢啲物資嘅災區人民同埋我哋廣東嘅救援人民嘅手中。當晚嘅新聞日睇節目將會搬到中華廣場全程直播。而家我哋最急需嘅係要有喺成都地區豐富駕駛經驗嘅大貨車嘅司機，有經驗嘅汽車修理工，車況良好，有車廂嘅5噸嘅大貨車，有野外經驗嘅醫護人員。請符合呢一啲專業條件嘅志願人員直接撥打我哋嘅熱線114報名。情義廣州，愛心直達。廣州街坊嘅愛心旗幟將會飄揚喺難於上青天嘅蜀道上邊。對於中國嚟講，呢個星期太漫長啦，但我堅信降下去嘅國旗仲要升起，默哀完我哋嘅頭仲要抬起嚟。只有行動，只有堅持，只有科學到位嘅援助，先至係一切。無論有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愛心直達。請各位街坊繼續支持我。四川汶川縣發生7.8級地震之後，廣州市民非常踴躍地到紅十字會，社會各界繼續盡自己嘅能力，佢哋話有志出錢，向四川嘅災民送去支持愛心。地方都設立咗無街坊捐款嘅熱情意見不減。經歷咗不生難忘嘅一次旅行。我話有驚喜俾大家。人民調解委員會正式上嘅問題，從未經驗到輕而易舉地發現一些自己相接延續了許多年的故事。諸科之道。我堅信降下去嘅國旗仲要升。